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12，诗篇33篇9节安尼讲：因为伊讲出就有，伊命令就徛在。三甲来祈祷，出命令就徛在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万物，将你世上万物看顾甲保护阮，才会属于你的人的上帝。主啊！你降落雨水，润得田园。你予日头照伫全地，你予万物照时成长大长。你予世间人有美名，你予一切的运行，拢照你的旨意来行。主啊！你对犹未互阮伫舞台成形以前，已经竞选阮；伫阮犹未生出来以前，就甲阮分别做圣，来属于你。你照你的日，将百般的恩典赏赐阮，也会阮逐时逐刻尊你最大，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讲出就有，命令就徛在的上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时刻甲你三甲伫底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